嗱，今日嚟講呢個話題咧，6、7、8月嘅機票會唔會大降價咧？因為咧，我早兩日咧就發咗個視頻咧，就係講美國會即係而家已經係全面暫停晒全世界嘅留學生簽證。咁我咧就查咗一下，到琴晚查咧，即係嗰個機票咧，由波士頓去廣州嘅機票咧，來回機票咧係15000蚊以上啊，人民幣啊，即係2000零蚊美金。咁我就總結咗一下咧，就係話喺中國大陸喺美國留學嘅留學生咧係27萬幾。咁呢27萬幾嘅中國留學生咧，佢哋應該早就應該訂好晒呢啲6、7、8月嘅機票，往返機票。咁所以呢啲機票咧就好貴嘅，係嘛？每年都係咁嘅。咁而家出咗咁樣嘅政策之後咧，佢就即係嗰個國務卿咁樣講咧，就係話會撤銷好多留學生嘅簽證。咁老實講，佢嗰度針對嘅係咩咧？咩有關咩數理化啊、人工智能啊呢啲學科啊，同埋醫藥生物啊呢啲學科嘅可能都會被撤銷。咁仲有咧就係咩咧？關於你嘅成分啦，係嘛？會唔會同嗰啲咩某黨某軍啊有聯繫啊，或者係家族背景啊咁樣？係嘛？呢啲可能又會俾人哋撤銷嗰個簽證。咁既然咁複雜咁樣計嘅話咧，咁你話中國啲留學生仲夠唔夠膽翻去啊？係嘛？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係話你留喺美國唔翻去嘅話咧，可能咧都仲有學校保住下你。咁你如果你翻咗去咁樣計咧，你入嚟嗰下咧，人哋話喂，你已經取消咗咯喎，咁你就入唔到嚟喎，你讀唔到書喎，係嘛？咁損失好大嘅喎，因為要搞一個美國留學唔係咁容易嘅喎，使好多錢。所以我估計咧，6、7、8月咧，今次呢個暑假咧，翻中國嘅留學生咧，可能會個人數會好少。咁就變咗航空公司啲機票咧，就有機會咧，可能會有好多人退票。咁會唔會佢個價錢會大幅降價咧？咁我估計可能性好大啊！啲朋友成日話你得閒要翻嚟咯，咁我哋成日就係話喂，機票咁貴啊咁講。如果係真係嚟個腰斬咁樣計嘅話，係嘛？咁我哋唔翻去都冇乜理由㗎。仲有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時段咁樣計嘅話咧，其實好多華人咧，其實都好想陪啲仔女翻下大陸嘅。咁如果你係機票大降價咁樣計咧，我相信咧好多嗰啲正規合法身份嗰啲華人咧，我估計佢哋都好想翻去行下㗎。機票平啊嘛，咁講。所以咧，如果係話近期係嘛打算翻中國大陸嘅話咧，稍微等等，因為我琴晚查嗰啲機票都仲係未降價嘅，可能遲啲咧會有大幅降價嘅機會，係嘛？仲有咧就係話航空公司嘅股票咧喺6、7、8月咧應該係旺季，佢哋應該係會升嘅啲股票。但係如果搞低咁嘅嘢咧，航空公司啲股票都問水，係嘛？大家炒股嗰啲咧，亦都要小心啲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美國嘅話，我查咗一下咧，佢係110幾萬嘅留學生嘅。咁其實係每一個留學生都提心吊膽嘅，而家係嘛？你都唔知道咩事，人哋又會取消。我係查過中國係27萬7啦。有關伊斯蘭教嘅國家嘅話咧，嗰個人數大概加起上嚟係15萬度。基本上咧，中國同埋伊斯蘭教國家嘅呢啲人咧，基本上都係提心吊膽嘅，因為比較有針對性就變咗，係嘛？
咁啊，其他國家嗰啲可能係相對好啲。咁啊，呢個視頻最主要係講機票會唔會降價。嗱，呢個係我預測啊，我估計會大幅降價。遲啲睇下點樣樣，我會一直留意，係咁。